是我们风铃区的其中的一首歌啊，我都叫它石头歌。它是阿美族的一种唱歌方式，就是一个人领唱，然后其他人答唱，答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的一句就可以了，然后会给领唱者力量，然后领唱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试试看哦，我当领唱，还是你当领唱啊？好，不要不要有压力，交给我，交给哥哥，署名哥哥，好吧？好，我当领唱哦。哦嗨呀嗨呀哦嗨呀，好，他唱一唱。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懂吗？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这样会了哦，试试看好不好？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好你们，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好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好你们，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都要唱哦，好不好？不要放弃自己啊！来，一起唱好不好？把点掌声就睡觉吧。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哦哎哦嗨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啊啊嗨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哦